喺傳統行銷影片製作過程中，拍攝同後製成本高，令預算有限嘅公司難以製作高質素內容。而即使企業雖然有意自行製作影片，但仍然缺乏處理剪輯、劇本同多語言配音嘅人手。而家透過 Ricoh Inno AI 生態圈入面嘅 AI 影片生成功能，就可以根據你所提供嘅素材，自動化處理分鏡、影片製作嘅整個過程。佢能針對 B2B 商業標準設計，確保每一秒畫面都符合你嘅品牌形象，鞏固信譽。我哋嘅 AI 系統仲可以自動生成多語言配音同同步字幕，令你嘅產品輕鬆跨越語言隔閡，應用到國際市場。另外 ，AI 為你準備好結構化嘅故事版，讓專業人才告別重複性操作，可以專注喺核心決策。而無論你係製造商定係貿易商，我哋都能為可擴展嘅行銷需求度身訂造專業內容，由客戶素材輸入到多語言成品輸出，全自動化過程令你嘅影片產能提升。你亦可透過 Ricoh Inno AI Hub 一鍵產出宣傳信息同社交媒體內容，配合 AI 生成影片，全面提升行銷效益。Ricoh Inno AI Hub 係你最佳嘅影片製作夥伴，即刻開啟 AI 創作旅程，